出埃及记第10章，草莓的灾难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去见埃及王，我要互伊甲伊的人神的心意，通互我伫因中间行神业，嘛要互你对恁的囝、恁的孙讲起我安怎戏弄埃及人，以及我伫因中间行的神业，互恁知我是上主。”摩西甲阿伦就去见埃及王，对伊讲：“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，你到今也毋肯伫我的面前屈服，着放我的子民出去，互因通敬拜我。你若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，明仔载我要互草莓进入你的境内，因要食砍地面，直到人看袂着地。因阁要食冰泡拍剩留互恁的，嘛要食野地的树木。你的王宫、你的人神，甲所有埃及人的厝，一世过拢有草莓。自古以来，毋捌有人看到安尼。”讲了，摩西就活转身，离开埃及王出去。埃及王的人神对王讲：“一个人找麻烦害咱，要到第时，就放一个民族去敬拜上主因的上帝。埃及已经得要灭亡啦，你敢毋知？”对安尼，埃及王调摩西甲阿伦倒转来，对因讲：“恁通去敬拜上主恁的上帝，毋过是甚物人要去？”摩西讲：“阮拢要去。阮的少年人甲老人，阮的后生查某囝，阮的牛群羊群，拢要做伙去，因为阮着守节敬拜上主。”埃及王对因讲：“去啊！阮若放恁的囡仔甲妇人人缀恁去，愿上主甲恁保庇啦！恁着知，灾祸已经伫恁的目睭前，毋过袂用得。我干焦准恁大部人去敬拜上主，恁本来就是安尼要求。”埃及王就甲因赶出去。上主甲摩西讲：“你伸手举埃及地，互草莓看满全国，食冰泡拍剩的食物。”摩西举伊的拐仔举埃及地，上主就互东风规暝规日吹埃及地，到隔日早起，东风将草莓吹来，草莓侵犯埃及全地，迄伫埃及四境。草莓这么多，数量空前绝后。草莓热砍地面，直到全地拢黑暗。因阁食地上所有互冰泡拍剩的菜蔬，甲树顶的果子。埃及全地，无论树木还是远年的菜蔬，连一丝仔青翠的米都无留得。埃及王赶紧叫摩西甲阿伦来，讲：“我有得罪上主恁的上帝，嘛得罪恁。但请恁祈求上主恁的上帝，搁一遍赦免我的罪，互我脱离这遍至到死亡的灾难。”摩西就离开埃及王，去祈求上主。上主就透真强的西风，将草莓吹落去红海。埃及四境连一只草莓都无留得。毋过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。黑暗的灾难。上主阁甲摩西讲：“你伸手举天，互黑暗热砍埃及地，暗甲地用蒙的才会行得。”摩西伸手举天，埃及全地就3日久黑黑暗暗，3日久人互相看袂着，嘛袂当离开厝。毋过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拢有光明。埃及王就叫摩西来，讲：“恁去敬拜上主，
恁的囡仔甲妇人人嘛通甲恁做伙去，毋过恁的牛群羊群就留落来。摩西应伊讲：你得将祭米甲烧化祭的米互阮，互阮通向上主阮的上帝献祭。阮的精神嘛得甲阮去，连一只都袂当留地，因为阮也毋知得用什么精神服侍上主阮的上帝。到遐阮才会知。毋过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肯放因离开。埃及王甲摩西讲：你甲我出去，你着细字，毋通阁互我看着。互我看到迄日，你会死。摩西讲：照你讲的，我无要阁见你的面。